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水面台会，我是汪小琪。你俩下来都是故乡界内门区，你系菜地动物庙有300年历史界老庙之主寺哦，就系当地嘅信仰中心。了大要系出面台会节目第一摆来到嘅素材吼，为了关心就是了下南台湾大家都东关心起教了解马跳山燃麦冲嘅环境议题。基本会参加讨论嘅，唔单只系内门菜地嘅见面，还有包含像起山、米农、天料了片嘅客家乡亲也其中都了大要强下来讨论。到底按嘅燃麦冲系哪一种嘅开发案？菜地嘅见面系支持，就系讲反对咯，反对嘅理由又系乜嘅？出面大会会用2个礼拜时间。来反正呈现大家讨论嘅焦点，你下邀请大家留你强下去到开会现场。好，欢迎大家嚟下天天讲条来到开会讨论嘅现场哦，看到咧安讲嘅环境有安多嘅公民、菜地嘅乡亲都强下来关心，咧个马跳山燃麦冲嘅议题哦。眼皮为大家十个来宾，第一位小介系台湾水资源保育联盟嘅首席人陈娇华，陈教授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来宾咧小介吼系生态豪宅，也系咧下全台湾动物名那个墨海生态博士刘洪昌刘教授你安做？乡亲大家好。刘教授呢系印尼界竹北嘅客家人呐。好，今日来到咧马跳山来快讲浏阳那个议题，提醒我先少解一下，到底咧系马界素材，本大家来了解哈。其实这座山就在这个台28线的旁边，它界临着田寮区，还有我们的这个内门区跟旗山区山区的交界地带。其实从远方从这个公路上往上看呢，确实有像一匹马匍匐在路上哈。我们从这个图看到，其实这里就是马头，这里是这个低斜的是马背，这个高高翘起的呢是马屁股，所以这样看过去，有点像马的形状，可能需要一点想象力。不过这个名称好像也凸显了在地人对它的一种情感的想象跟连结。我们来看看今天录影的地方，在内门在内门。内门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简单为全国乡亲介绍一下。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关键字是2地形，是月世界哈。那还有，我们今天录影的地方在紫竹寺，内门有很多家紫竹寺的哈，那个年份都很久了。那再来看到它旧地名叫做罗汉门，那还有这里丁杠五苗虾 A 杠熊出苗的这个宋江镇，内门宋江镇。那随之宋江镇而来呢，大家可能不知道，它还是全台湾中破塞改故乡啦哈。那还有看到，它其实在这里农特产哦，也有它自己在地的特色作物，好比说龙眼。火鹤花，还有这个好特别的万能薯。那这里呢，过去也是农畜业的一个大的地方。好，那现在这个议题的焦点在于，它未来这个内门武功盖全台的这个内门，将来有可能会有一个全国级的试废掩埋场的示范区吗？好，今天讨论的这个焦点，马头山的掩埋场，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开发内容？简单看一下，就在台28线的旁边，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匍匐的马头山，它的这个厂址在这边啦。这个是第1期开发区，那厂商已经购买下来的土地总面积大概有150公顷。那第1期要开发的面积是28.7公顷，它的计划处理量就是它这个掩埋的垃圾量，每天大概是2000公吨。计划使用多久呢？14年，一盖就要使用14年。为什么在地的乡亲反对？为什么在地的乡亲会支持？现在看下边个样片。1804年3月初二，反对到马头山社会企业染麦场的居民，不满附赠公司申请到马头山下社会企业染麦场。3年来，所做环评调查问题，台西综合本环保团体渐渐出来。厂商他们不知道的资料我们找出来了，那环保局让他们再补件，就等于说你考试没有考及格，老师把考卷再给你，你考100分来给我。1804年6月，废弃物处理公司富准公司申请到高雄旗山同内门及该猥琐的马头山下28.7公頃的地来做一级废弃物掩埋場。由這支天氣同二前期同阿公店期、濕雪期的水頭，唔但只有影響水質的問題。
今摆款评富权居民各种好价调查区有测试片后检测系列到16月东到去年的通缉物，和反驳富顺公司讲无上太新的铁下水，迄款评资料调查无哪可信。啊，阮伫遮，我伫遮出世的，阮迄落迄种码头拢有水，啊，迄落后咸的后正的，安尼啊，那动物也足济。啊，阮踮遮吼，食水足方便，拢出泉的。最好价调查码头三只美强一天体系东检茶瓜林团层含有利用船团层的上盘企业，最终体质调查所测量结果，体表有东检等量总起来含有细微的现象。那起260公尺高的只美强，检查下一摆可能有结构变形一道，造成免疫学会欺负欧洲水走出来污染的河坝。从这里到基隆4公里有4条断层，有旗山断层，有鼓山断层，有车瓜寮林断层，有内门巷血，也到从这边4公里4个断层，从这边到龙船断层1.6公里，然后2个，一个还有老南安巷血。好空气，白色好空气，爱啉清气水，爱啉清气水。码头山废弃物只美强案，自1805年前日体质白判款评都连满，经过400款评还係無法度通過。唔單止環保團體擬服對動體、體下水體，還有體質的調查無啦。頭3年初年的調查，款評委員對核心5位嘅通緝物生態調查還係起到無啦。三排崩胎記打過了後嘅問題圖沒有補足資料過信。和那个匮乏案哈，从2015年提出这个申请开发计划到现在，其实也延宕3年了哈。我们在影片中很多动作改用庆都会阿曼反对哈。在事情经过了3年的延宕之后，现在最新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其实呢，这个问题我们要来问一下，今天也来到在地，我们当地在地的里长来跟我们谈谈。这是我们内南里的里长沈里长，里长你好。里长，我想先请教一下啦哈，到底这个地方对要盖这掩埋场啊，到底是反对还是支持？其实你看今天的人数就知道，说反对的人数是真的是将近90%啊。你说整个光是我们内门区的都90%。好，这3年来，我们知道3年前其实大家都已经在反对这个掩埋场，3年来一路你们在公民上的得到的一些反馈回响是怎么样？而且你看到你前面摆了很多东西啊。我们这边是将近联署的将近3万份的联署书。那我们的民意代表也非常多人帮我们联署。那最主要是我们在地的乡亲都是自己出钱出力，那自己就是一直做调查。那包括也非常感谢我们全国各地的那个环保团体啦，将近60-70组团体来协助。是，所以地方的声援团体有50-60个团体，那就是好几百人。然后其他我们自己在地居民，可能光是内门就有90%的居民是反对，再加上其他社会外界，我可以来看一下这些资料吗？这一代一代的这个列印纸是什么？你可以来展示一下吗？这是那个我们里民的那个联署书啦，我们区民。那这样一捺有大概几张啊？好厚重哦。这样子一个联署书，上面载明了各种这个掩埋场的相关的资讯，然后这就是联署签名。我们是这样子的，我们是那个就是说拜访，或是说摆摊这样子，那就是里民当然是他们蛮认同我们的行为，那就他们会自动自发去帮我们联署。里民的话当然是应该是反对啦。那不过是说这3年来我们也有充分的证据，然后我们也有非常正当的理由，这个地方是不适合设置掩埋场。是。对，那里民能接受这种说法啦。是，谢谢我们谢谢在地里长现身说法，还带了满箱好几箱的资料哈。其实呢，这一次码头山掩埋场的这个社会抗争事件，说起来哈，是在2011年国光石化，那时候反国光石化以来哈，这个社会动员反对的人数算是最大规模的哈，将近3万人。其实不只是在地的公民或者在地的环团反对，现在呢，近期也包括了很多知名的文艺人士啦，或者是生态的学者专家，甚至是电影的知名导演、电视剧导演，都来为这个码头山来声援哈，提高了这个议题的能见度。那我们就来看看哈，
从厂商的报告来讲，马头山是人烟罕至的地方嘛，地质又不是适合农耕，所以来盖这个掩埋场是某种程度算适合。可是从地方来讲，从他们联署串联的反应来讲，他们对马头山是有认同跟感情。我们来看看马头山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先来讲结论，再来谈它的争议点。来看到，在今年的3月2号，马头山召开了第3次的环评大会。从105年开始，马头山经历过了2次的专案小组，2次的环评大会。我们来看到结论哈，就是环保局在这一次的环评大会上做，因为无法厘清争议，表示争议很多，还要补件再审，这是结论。然后环保局呢做了6点决议了哈，但是我们先整理了4点是地方乡亲最关心的，包括哪4个呢？生态资源、边坡稳定、地下水流跟放流水。所以第一个集中在于说，到底马头山它是一个不毛之地，还是一个生态秘境？我们就再来看，在当天的环评大会上呢，全国相当有名的几位生态学者、动保专家，也在环评大会上表达了专业意见。好比说，看到莫海个准噶刘高秀，他就提到发现，在马头山他来了几次涉足调查之后，发现包括石蟹獴、梅花鹿、后原泽蟹，然后还有呢黑熊妈妈也是屏科大动保所的所长黄美秀黄教授，发现了有麝香猫的排遗、山羌、水鹿、梅花鹿，发现到这生态不少。除了有动物、昆虫之外，连植物也有。我们发现全台湾有名的植物学者陈玉峰陈教授，他说这个马头山看起来好像不毛之地是吧？其实呢，它是台湾原生赤竹林，在西南部的丘陵地区来讲，它是生态瑰宝哦。可能说它就是很多生态繁衍之地。那再来从生态学者静宜大学的教授杨国珍杨老师也提到，这个延伸秋海棠，这特别提一下，就在这个月的月初4月3号的时候，农委会也把它列入了这个台湾维管束植物的红皮书。红皮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这个呢是会濒临灭绝的这个物种，所以要好好保护。所以农委会说了哈，要保护的物种就在我们的马蹄山有大量的族群生长要把它消失了吗？那再来看到旗山的艾纳香、修理花等等，这边今天的这个陆蟹博士专家也来到我们的现场。刘高雄，爱走在现场吗？这个你来观察哈，学者做了这么多的发现哈，请问2件事情。第一件，马头山在学者在你们的眼光中，它是像规划厂商说的是不毛之地，是人烟荒绝的地方。那第2件事情是，发现的这些动植物生态又象征着什么？我们请刘高雄来捞你水面。好，我是比较慢才来加入这个马头山的调查。我是因为去年11月7号，那时候黄慧敏小姐打电话给我，那我来了之后，当然我跟她说那个季节其实不适合做陆蟹调查。那我来了前面2个晚上。我看到很多螃蟹的洞，然后看到螃蟹都很怕人。然后后来我们到山沟里面去，就看到一堆的螃蟹尸体。然后另外晚上我们看到那个毒蛇龟壳花也非常怕人。那我就觉得很奇怪，但我后来看到尸体，我就知道说，那应该是这边有很多这个猎食动物。那后来是黄慧敏小姐她的那个录影到的画面，让我知道说，原来这边有非常多的哺乳动物。老师，有猎食动物代表什么？当然，这是一个很健康的生态体系，因为这边最多的话就是石蟹獴嘛。那石蟹獴在它所代表的就是说，它就是一个健康生态体系的代表。所以这个地方当然其实它有原生赤竹林，有很多的稀有植物，然后有非常多的食肉目动物，像麝香猫、石蟹獴，这些都是非常稀有罕见的。是。那这边石蟹獴量那么大，代表它是非常健康的一个环境。所以它生态系是完整的。那我们可能接下来问，那生态系完整的地方盖了掩埋场，会对这个生态系有什么影响吗？那当然，今天在现场我们很欢迎，也很高兴，我们的立法委员林岱华林委员已经来到现场，请跟大家问候。好，谢谢委员。委员请坐。那我们听了专家说法，我们来听听在地人。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现场聚集了很多在地的公民乡亲，他们甚至自主的这个自救会来做自主性的调查跟监测。他们的监测调查结果，内容好像比那个厂商报告还要更丰富。黄小姐，请你到台前来。黄小姐呢，提供了一段在地自救会他们做生态摄影机拍摄到的珍贵画面，我们也请导播在现场从电视来 Q 出来。我们来请我们在地的自救会干部来跟我们说明。这个呢，是我们利用夜间摄影的自动照相机，然后呢去拍摄到了这个是梅花鹿，是
他显然不知道有人在拍他哈，静静的过、哦，这就是梅花鹿啊，这是这是呢食蟹獴。那食蟹獴呢，它是干净溪流流域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动物。所以是妈妈或爸爸带着小朋友。是哇，他在吃什么啊？吃后原泽蟹，然后所以是烤的，很可爱。哦，老师后原泽蟹蛮好吃的呢，哈，知道。那这是这是大冠鸠。那大冠鸠呢，它现在脚底下踩的树枝蛇，是。哦，所以老鹰与蛇的大战，这个都是在码头山当地拍摄到的。是。好，那再请往这边挪步。哇，这个图很漂亮了，很像是动物那个图鉴呢。请问这是网络图还是？这个呢都是我自己亲自拍摄的。都是你亲眼看到拍到的，是。好，先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这个哈，是我们码头山的钢铁战士哈，他内心非常的柔软，他是穿山甲。那他呢，就是因为他有受伤了，被我们的乡亲看到，那我们把他敷药上药之后，我们要把它野放，这是野放之前拍的，这张是野放之前拍的。是。那这张梅花鹿呢，我在鹿头上呢，就坐在那边冥想。那刚好梅花鹿，我看到一只梅花鹿一直看着我。我就把它拍下来，而且这个距离看起来很近。是。那现在呢，我们其实也很想要厘清这个争议，它到底是不是原生种？是原生种就珍贵了哈。老师补充一下。我想台湾早期梅花鹿的族群量是非常大，但是在1969年的时候，在野外就消失了，灭绝了。对。可是我想码头山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访问过耆老，他们其实50-60年来一直都有在码头山这个地区看到梅花鹿，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林务局，它是有这个义务要来确认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残存的这个野生的梅花鹿族群。所以它在生态价值就很重要的一个代表了哈。好，还有这个刘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后原泽蟹也出现在这里台湾特有种。那这2只漂亮的鸟儿，那这是2级保育的朱鹂，它是2级保育。那看到它呢，就像看到码头山的热情哈，有黑色跟红色的。那黄鹂呢？黄鹂现在目前它是濒临的，需要被保育的1级。它设定为1级，那它也称为香蕉鸟，就像我们旗山的香蕉一样，需要我们大家好好的去保护它，不要受污染。那这些野外事实有呈现在厂商报告里面吗？现在目前的，其实我们现在所列出来的，都是厂商他在第一次环评送出的时候是完全没有的，零的，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但是你们早就是有这些，因为这不是从网络上载下来，是自己亲眼去拍的。我们先谢谢黄惠美小姐，请坐。好，我们原来首先初步的了解，码头山在当地人被称为码头山、银锭山，有一定情感上的连结想象。再来发现，经过学者跟在地的自主调查，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丰富并不宁静的世界，非常非常的热闹。那我们来想到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案，除了它会对生态的破坏之外，到底是这个要保护小的昆虫动物呢，还是说这个合法开发的这个大案子是有其必要？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了，它到底适不适合在码头山这样的地质地形的条件来做？这些呢都是在环评大会报告书里面已经确定的背景资料。先为大家介绍码头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富郡4废掩埋场以及的了哈，它预定地就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它其实是山坡地的保育区，有54%，也就1半以上的面积是在40%以上的坡度啦哈。那再来呢，它也是古亭地层的2地形。那我们想到2地形就是很容易被冲刷，不是都有山沟吗？所以它表土是容易受到侵蚀的。再来，你看到这个红色哦，这就是旗山断层。断层虽然跟这个预定地好像距离了大概有2.6公里，但是这个擦边过有没有影响？老师，我想先请教陈教华老师，这个在山头上盖一个，其实目前它的规格蛮大的一个掩埋场，在地形地势上是合适的吗？因为这个地区呢，根据经济部地质调查所还有中央气象局的最近2年、3年的一些报告。都显示这个地区呢是有很多盲断层的。盲断层的意思就是说，可能没有表面被看到，但是它具体存在。对，像那个美浓大地震，哈，2016年的，还有这7年来的雾台地震，还有甲仙，都是规模超过6的大地震。那这个大地震呢，它的引发的都是这个。在这个旗山转换断层带上面，那码头山这个区域也是在这个中央气象局的报告里面的这个断层带。那在美浓大地震之后呢，这个区域呢还有震后滑移，
还会滑移，还会潜移哈。所以就是说，这个盲断层就是活断层、潜移断层。所以根据很多地质学者，包括陈文山教授都有提到，在这种有潜移断层会抬升的地方，其实是非常不适合做掩埋场，更何况这个地方呢，调查还有很多地下水，然后又非常靠近高屏溪自来水保护区、阿公店自来水保护区。那因为这个断层呢是会往南，所以如果这边掩埋废弃物呢，是会污染地下水，然后会往南会跑到这个保护区里面，自来水保护区。所以在这个地质上的条件不适合，边坡会不稳定。所以刚刚陈盟我们陈椒华召集人所提到，台大地质系的教授陈文山就特别提到，这个预定地的选址不恰当啦哈，他就直接结论不恰当，因为它临近车瓜林断层、龙船断层，然后大面积的结构物，这种水泥建物，在数年之后，即便是前10年可能没事，可是哪能保它的长治久安，还是会有龟裂渗漏的危险。那我们要再请教林岱华委员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好，在这样一个相对比较不利的条件之下，要盖的是什么呢？如果是盖一个3层楼的民宿，大家来玩。好，或者是来盖一个大量体的掩埋场，它是不一样的。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富俊事业掩埋场，他提到说，你们都说怕污染，地形不适合，又有水温什么的。可是呢，我不是甲级的掩埋场，我是乙级的。乙级废弃物来讲，相对就低一阶，好像没有那么毒。就好比说一些废的塑胶料啦、橡胶啊、土泥，但我们看到其实污泥、矿渣、炉石这些一般性的医疗废弃物等等，那他们埋的是这个，而不是具有毒性的甲级。那我们再来看到这次的计划开发的预定场址是怎么样的规模？我们刚刚看到这张图，它就是盖在这边。我这边有一些数据啦，也是在环评大会报告里面的确数据哈。他讲环评报告说，它这个掩埋场的量体是这样，掩埋高层，它是一种工程术语啦哈，大概160米，我们就想了，一楼层大概是3米，那160米大概就是40-50层楼高哦，所以它有地面上的建物跟地面下挖的那个储船池，40-50层楼高那么大了哈。那它的这个掩埋容积量呢有524万立方米，那其实呢就是一个新竹宝山水库的那个库容量了哈。所以在码头山这个刚刚教授讲的是这个边坡不稳定，然后很多的盲断层经过的地方，要盖一个宝山水库在那里了吗？而且它储存的不是水，可能是这个乙级的废弃物。所以我想请教委员，你一路来的关心，对这个议题，你觉得最大的反对点是什么？我先讲整个高雄市哈，整个高雄市我们目前容纳为全台湾的这个废弃物哈，包括冈山，包括相关的的场址哈，整个高雄市就有纳为了将近台湾8成的废弃物。全国的量都在这，但是这8成当中，其中有这个3成到5成不等。是我们高雄市自己产出的，是。那另外那些多的从哪里来？当然就是从外面各县市来。今天这个以这样的容纳量，地下30-40层楼，那包括它的面积是28.7，现在是28，以后可能是150，那几乎是把全国所有这个废弃物含重金属。虽然你说分甲级乙级，但是有毒废弃物也是涵盖在里面的。我们最不能接受的其中它的其实是有关所有的有毒废弃物，它也全部都会进入到这个我们码头山来，量大，而且现在是客观的条件也有很多的疑虑的情况之下，对，所以就以高雄市的居民来讲，我说先不管说码头山这个议题，就以高雄市这个码头山这个再盖下去，就是全台湾的垃圾场最大的垃圾的纳位量就是在高雄市了哈。所以这个东西对于我们一直想讲这个工业转型是，包括我们想说讲这个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另外一个也是讲这个我们的废气量的减少其实就是可是在这个去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它导入成循环经济，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当然政府还在努力，但是现在是把去化的所有的废弃物，含有毒废弃物都全部即将全国几乎
都要放在我高雄市。所以您的意思说，这个掩埋场盖下去，不只是生态环境的问题，某种程度它也在打脸一些新的进步政策，在转型上就变成是一个阻碍的点。对，好，第二个，刚才我就用你那些数字，我先讲就好了哈。那从未来是从会扩展到150公顷，每天要处理2000公吨，这是环评里面讲的。是啊，一台大卡车20吨，2000公吨，一天就有就有200，就100台。哦，100台，因为对大卡车20吨嘛，是2000除以20，一天就要有100台进出，从原高雄市区或台南或阿莲，好哪里来？每天就有正反200车次进来我码头山，就出去码头山。所有我大旗山区这边其实很多，包括我们之前的议员林义迪，包括朱信强，这也是在我们美浓这边哈。那包括今天也是我们的市议员吴益政长期关心我们环保，所以根本就不是只是山头的问题了。不是，它几乎整个我大旗美地区整个都毁了，而且这个垃圾场如果这个真的设立的话，跟现在目前市政府目前已经核定的，内政部已经核定的，我们内门将有一个动物园，有一个寿山动物园，因为纳位量不够，所以我们会需要另外再找一个新址，是动物园。好，就相违背，都相违背了嘛。哪有说在内门有一个很好的需要依山傍水的动物园，监台我去又有一个垃圾掩埋场，我就完全跟整个都市规划其实是相违背的。非常谢谢委员带来这样的资讯，我们才晓得说这个政策其实跟周边相关，不管是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在推的政策，原来它的路线是不一样。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地方，码头山对你们来说是不毛之地吗？码头山要盖这么大量体的掩埋场，对当地人来讲，你们的心声是什么？我从出世都恁码头山大呢。是。讲码头山是，迄年缘啦，未正到一啦。民国60年代，因咧附近的掩埋场，这是基山糖厂的农场。所以有种了很多的甘蔗哈。种甘蔗的农场，安怎海讲这拢未种这一个？迄码头山拢总水。迄50年代、40万年代阵，咱台湾是足落伍的，无水，阮遐差不多，迄个码头山的水会当供应头500人的生活，规年桶你拢袂欠的。安怎因讲码头山拢无泉无水，这是爱乌白讲的。佫讲，迄若来做来会带动地方地方的发展来，大多数上面过地方做什么呀？这是乌白讲的话。好，谢谢这位大哥。大家公平，甲监督看安真正对唔对？好，我们真的土生土长在地人说的话，谢谢。那接下来一位公民，我们介绍是自救会的执行长黄松宏，黄执行长。对104年开始都经了他们3年的时间。那段时间对我来讲他们辛苦，他们漫长，他改变俺人生啦。这段时间我带着乡亲走上街头，高喊着天大地大，人民最大。但没爱生活啦，我不喜欢这种生活，但是没有办法。你的生活改变了是吗？对。听讲你膝盖也就做民宿啦所以这3年来都没有营业。对，专心的在做这个相关的整理。这段时间几乎投入这个环保的议题。那表示你对这件事开发案是心痛的，嘿吗？对。那我们跟会长义不容辞的站出来，因为当时地方的人士大家都很害怕。那我们也许一个使命的关系，我们站出来。那3年来我想要请教一下执行长啦，你作为执行长，表示这个整个过程你也了解。我们刚刚听到诸如很多，其实民间都有做自主调查，跟你们去参加环评大会，不管是专案小组还是大会，听到厂商的报告内容，跟你们的调查结果是非常悬殊的你觉得他们的报告做得如何？3年来我们自救会在厂区里面一步一脚印，我们扯破了厂商很多的一个谎言。也揭发了厂址的一个一个的真相。刚开始的时候，厂商说他那个地区，他说是纯泥岩，它是不透水的，很适合设掩埋场。但是我们进去看，它里面是很多的砂岩。到后来，厂商也
也证明说，它里面有8条的砂岩带。好，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里面，好，他们的地板的环评说明书，他说它是没有地下水的。他们所钻的井，好，他们钻的井是没有地下水的。但是我们第4就会在产区的附近或旁边钻了10口井，每一口井都有水，甚至于第3口井，它在一段的时间，它会喷水喷到1层楼高。地下水，待会我们要专案讨论，所以初步的结论就是说，其实就是因为你们自己用功去找了资料，才发现这个开发案他们提出来的环评报告是这么样的脆弱不堪。对，好，这个待会我们一一的来验证或者是讨论。先谢谢执行长。那我们地方呢也有很关心的这个议员呐，哈。那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之前也是美农会的理事长，然后也是之前的议员就很关心这个问题。我们先请教朱信强，朱大哥。今年的一个立场呢，吼，看到第一个马头山呢，吼，这个阳上到一个天下水人，另外呢，岐山内门呢，吼，不管于田寮阿莲，吼，阳上上动态，哎呀，天下水呢，吼，我们的政府呢是这样，包括高雄市政府，哦，反水井在我们这边抽水，哦，现在马头山又要垃圾掩埋场，等于说把我们手金寮那边的水抽掉，就等于是人的血液一样。现在又盖一个垃圾场在马头山，它是在高处，我们的在低处，把水抽光以后，就从马头山这边呢，垃圾掩埋场的设立，影响到整个大奇美地区的这个用水。哦，本人呢，吼，第一个反水江呢也做种植费，因为马头山第一个过高的地方，哦，安尼过大的地方。基面地区大部分都係水源保護區，實質上的內門雖然沒水源保護區，不過水往低處流，大家都看到，我們馬頭山是在整個奇美地區呢，是一個比較高的地方，在手金寮的方向呢，是我們伏流水呢要經過的地方，一方面把水抽光，一方面設置在掩埋場在我們馬頭山，這是我們所有的鄉親呢不樂見的一個。政策。年內涵用父兄感謝駐台溝，因為水往低處流，這個是一個普通的常識。我們再回歸到這一次才3月初做的這個環評大會的基本結論哈，談到的第2大重點就是地下水流。首先確定我們馬頭山到底有沒有地下水，再來確定地下水的分布流向是呈什麼態勢。剛剛委員也提到，這不只是馬頭山上或山下的問題，它可能蔓延到是整個大奇美的山城哈，田寮區也會受到影響，甚至到阿蓮那邊馬龍屋，我們就來看看這個水體的分布與流向，還有放流水的灌溉問題會是怎麼樣的呢？我們看到附近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的預定地在這裡哈，那其實這邊呢就是有2條重要的集水區水系，當然就是這個2人溪的集水區跟阿公店溪的集水區，那這邊有旗山溪流域，還有我們屏東的母親之河、構平海、高屏溪流域也在這邊，所以呢，雖然這個在環評報告裡面講說這個預定地，其實呢。它也沒有在這個水庫集水區我也不是自來水的水質水量保護區但是呢有但是就是它是2人溪的水污染管制區所以它當然還是會引用到剛剛我們在地的祈禱跟前輩都講到，這個水文的脈絡是四通八達的。那你在上面蓋的是一個事業廢棄物的掩埋場，如果它做得不夠堅實，污染到了可能是很難回溯，很難這個救回來的。我們也請這個地方的自救會來現身說法，他們到底擔心跟他們質疑的問題是什麼？附近在他們的地質專案報告裡面，他說有15口井，其中有5口井畫圈圈，這個到目前他們廠商找不到。我們自救會發現有6口井，1、2、3、4、5、6口井，他們根本沒有開塞。然後剩下的這4口井。3號、4號、8號、9號水位很高，他說沒有地下水，你會相信嗎？好，我有幾個問題問一下，這些地下水的鑽測井都是廠商自己設，首先這畫圓圈的自己設的，怎麼會找不到？他沒有開塞，他找不到，他說他掩埋去的，對，掩埋找不到。然後更嚴重的是沒有開塞，這個意思是什麼？用很淺白的方式讓鄉親知道。表演給各位看一下。麥克風我來幫你拿着。這個是附近的，水管。它是用1英寸的，當然比較長。多長啊？20米或者30米。好幾十層樓。它如果沒有開塞，我們把水倒進去，給各位看一下。這個是附近的井，
我们如果把水倒进去，就像杯子一样，都把水储满了呀。它的水不会流出来。是，所以如果外塞。面有地下水，它根本流不到井里面去。所以他很大胆说没有地下水。如果有开塞呢，情形就不一样。情形就不一样，它开塞进去，你看，我们把水倒进去，它的水自然就会流出来。也就是说，如果有地下水，它才会流进来，才有地下水。好，所以说它这个没有地下水是它刻意制造出来的。那他在环评大会的时候怎么样跟环评委员讲的？他是说根据这个浮力的原理，好，如果这个井管没有开塞，它根本就塞不进去。听起来也合理。好，所以他说都有开塞。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它没有开塞，这样是会浮起来，没有化水下去，没有错。但是如果是这样呢？你看一下。再倒，水注满了。对，它会不会下去？这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都知道，他们专业不知道吗？好，他专业不知道吗？所以说他这个地下水没有地下水，任人都不相信，而且是制造出来的。是，所以我们认为说还说书里面的地下水是造假，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造假的还说书不应该再审了。是，再审也没有意义了，对不对？所以补件了又补件，但是是源自于错误的资料。错误的资料，然后补件再我们补也没有办法补成真的啦，所以不应该再审，直接就推荐了啦。好，谢谢发言人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这个实验就留在现场。那你耳闻哈，就是码头山被证实有地下水，跟将来会设掩埋场是什么关联？如果掩埋场它会带来污染的话，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患？我们请到的是这个时力高雄党部的执行长林宇凯林先生。大家好，I'm my 头份的客人呐。哦，也是客家人呐哈。阿公70年前就搬来高雄，所以我在高雄也是很久了。是，那码头山你应该是非常有触动的感觉。我觉得站在我们整个下一代的立场啊，整个大高雄的水质水源都在码头山这边嘛我们环评报告书里面也知道说，二仁溪它就是码头山整个水系。那整个阿公店溪的引水道、越引水道就在这个码头山的开发基地的下方。那它的在陈文山地质调查的那个结果，它的坡角就是从东南向的。抱歉，宇凯，地质地形当然是重点，不过我们先聚焦在水文上好了。OK。将来如果掩埋场设计，刚刚已经说了，这里的地下水如果是四通八达，你会担心吗？我们当然很担心啊，因为这边就旗山美浓内门山林，这是2014年城局宣示说要打造一个里山生态城，在这4个区域，因为这4区有非常丰富的农业资源，而且农业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水。对啊，就是水嘛。那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已经在2014年宣示要打造一个农业的里山生态城的地方，去盖一个事业废弃物的掩埋场？我是奉劝呐，整个高雄市政府，它必须要跟中央政府去反映说，在整个国土计划的明年5月份就要送整个西部的计划，在整个西部计划的国土计划规划之前不应该在这个生态敏感、环境敏感区位去设置这个事业废弃物掩埋场。是。那我们根据行政程序来讲，就是它是不是一个生态敏感区，这实质上面认定就是。所以在程序上面来讲，它应该要走2阶环评的。好，所以宇凯提到了生态的敏感区，还有这个遍布如血管命脉的这个水文，跟掩埋场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联是什么？我们先邀请到台南社大的研究员曹瑞光，曹先生请到台前来，我们也请导播为我们的现场观众来播放一个由曹先生所提供的影片。掩埋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建物量体？它对水会有什么高压跟威胁？官方都跟大家讲说，掩埋场不会有水跑到地下，然后不会有渗出，不会有流出，然后全部都场内。实际上我们调查非常多掩埋场，不是这样子这是离这边非常近的一个掩埋场，政府合法的一般废弃物掩埋场。那它的渗出水，我们可以看到它表面下雨之后，旁边的水就已经都流出来了。然后这边有一个果园，这个果园它本来是抽地下水在灌溉，但是自从掩埋场设下去之后，这里的地下水抽起来灌溉，它的树会死。
为什么？因为掩埋场的渗出水已经跑到地下去了，所以现在这个果园是抽别的地方引水过来这里灌溉。那你不觉得这是整个农产品就都有疑虑了吗？是。然后大家都说没有渗出水，然后下雨不会有水。那我们可以看到，它下雨之后，水从这边整个流下来，这有个蓄水池。待会这蓄水池不是清澈的水，这是什么颜色啊？这整个是猪肝红啊。是正常的吗？你看到之后你会怕啊？这种水，大家用常识判断嘛，这不会有问题吗？但我想，这厂商是合法还是违法的？合法的，这是一个合法的掩埋场，通过环评报告的，对，通过环评一个合法的掩埋场，一般废弃物的掩埋场而已。好，一般废弃物离这边非常近，好，离这边非常近。那我们可以看到哈，它下雨过后，它的水是自然溢流，为什么？因为它能够回厂处理的水量很少，它多出来的水就自然溢流了。那除了这个之外，未来从内门往旗山这边看。我们大家就会看到，这个空就是这个样子。像这一包包的是啥？这是太空包，好，里面就是装废弃物，飞灰这样子运来。那卡车在跑的过程中，其实它还是会有非常多的扬尘跑到周围的环境去，所以它对环境的影响是危害非常大。所以你说未来的码头山如果盖的掩埋场是这个画面？对。好，先谢谢曹先生。曹先生提到哈。其实掩埋场说是合格，说是合法也通过环评，但是他们看到的现况，这也没有多远，因见不远，仍然是在眼前的现实例子。原来它的取水孔、它的废流水的排放都是关键。那我们也知道，内门虽然看起来是2地形，刚刚我们的祈祷大哥有讲，过去也是农作物生产地。我们请到内门在地农会的理事长刘理事长，今天也来到现场，李属丢。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这个掩埋场盖下去，对我们的农作物，将来我们的水利会的取水口有什么样的关键影响？因为伊今仔日伊的厂商伊的迄个面积吼，是伊所有的土地是150公顷啦。伊今仔日是开发28公顷，等于就是讲伊会当用14年。你伊全部土地所用的吼，拄爱当用7-80年啦吼，甚至90年、100年。啊，伊的集水面积，吼。因为伊迄是像阮碗公型的啦吼，伊的虽然讲伊的迄个掩体的部分是28公顷，但是吼伊的集水面积吼差不多200公顷啦。那么200公顷啦，依照台湾的迄个平均降雨量吼，2500公里吼，等于就是讲伊一年差不多有500万吨的水啊。那么500万吨的水伊要流去对倒去？因为即个水伊若毋是为地下落，就是为地表走出去嘛。所以500万吨的水伫伊即个厂区内底。伊若是走地下，就是为阿公店水库的引水道落，啊无就走去迄个南子山溪落啊。啊，伊因为啥物走去阿公店水库？因为迄个阿公店水库引水道吼，恁最近几年吼，伊有挖一个管道，啊，伊边仔的土质吼，拢土层已经拢松去啊，松去了后，伊迄个水自然就会渗透位了，啊，迄搭落就是阿公店水库啦。啊，另外就是为旗山溪。啊，请问一下，阿公店水库有多少人在用？它是重要的水库吗？是啊，迄是一个高雄哦，真重要的民生用水哦。难怪我们林委员那么担心呐，啊，佫有另外就是讲，伊的地表水若走出去，伊的影响吼，因为整个2人溪流域差不多有63公里啊。啊，63公里，咱高雄农田水利会哦，利用阿公店水库，利用迄个义云溪吼做伊的引水道。啊，每一年伊灌溉的迄个土地吼，差不多有迄个3-4千公顷。啊，伊2人溪流经的区域，为内文、田寮、阿莲、乌来、阿家丁啊，甚至这个路德啦吼。那么上重要，阮内文甲田寮这个区段，伊毋是农田水利会的灌溉区，阮内文的乡亲甲田寮乡亲要用义云溪的水，就是为义云溪直接抽起来。哦啊，阿莲、乌来、迄个路德吼，因遮是咱台湾吼足重要的一个水果啊，甲蔬菜生产区吼，会使讲整个台湾全省吼，差不多拢有食因的菜啊。啊，那么家庭啊，不代表伊的水产养殖，伊的水产养殖吼，有那是迄个，伫咱台湾足重要的一个水产嘛。啊，所以讲伊嘛是抽迄个淡水去饲，甚至去综合迄个海水做迄个水产的养殖吼。啊，遮整了后，拢是整个义云溪流域的水。啊，流域这水，伊伫即个附近这掩埋场设伫2人溪的支流，嘛是算水源头，水源头，放伫水源头。啊，水源头水流咧，当然就是为义云溪做，因为爱想就是讲500万吨的水，你抽象要安怎样去处理啦？好，
谢谢理事长哈。我们知道过去二仁溪污染的非常严重哈，政府花了30亿才好不容易把下游的二仁溪整治好了，现在在这个二仁溪的上游要再盖一个施废掩埋场嘛。其实哈，根本该出名台服，我们有邀请了厂商，也就是富俊公司开发商到现场跟大家直接来说明，不过他们是婉拒出席，但是他们透过节目要提供书面声明，严正的声明，认为呢地方的自救会呢是以非专业的角度来断章取义，来这个有对大众做误导之嫌。那我们来看到富俊公司透过节目，他们要提供的声明是有哪几大项？我们做了一些整理给大家。富俊公司对自救会质疑提出了5点回应，哈，这是在2018年4月3号，就在我们节目直播在企划的过程中，他提供给节目制作单位的。提到的第1点，地下水的观测管当然有开塞呀，这是他们提出来的。所以他讲到没有自救会所宣称的丰沛地下水，反句话说，他在他的报告里面讲到的是码头山没有丰沛地下水，或甚至没有常态性的地下水，所以没有污染之余。提到的是，你们刚刚一定要提到厂址位在断层带上，这个是讹传啦。嘉华召集人他说是讹传，厂址的地质为泥岩不透水，而且人烟罕至。某种程度说它是适合掩埋场的地质只是要问说，不适合农耕就一定适合做掩埋场吗？哈，再来讲到一个是要针对刘老师提到的生态应该被好好的保护。码头山的生态系是整块的，不是局限在厂址区，意思也就是说厂址之外的仍然有生态系，但是我们这边要问，就是在整个连续要受到保育的面积，如果缺了一块，到底有没有影响？好，我们再来就他直接提供的书面回应上，我们来框列几个重点。讲到他们的是合法投资，是在政府透过合法的申请管道，甚至进到环评程序来谈的，它的合理性还有适切性，没有错。大家有事业生产，就会有事业废弃物。事业废弃物如果在政府还没有做到最好、最高端的去化之前，总是要找地方掩埋。如果地方都找不到，那就会造成很多的非法倾倒。那何不如就好好支持合法开发，来妥善处理这些一般事业废弃物呢？也就是说，我们码头山整个南台湾地区，我们现在知道乱倒废弃物是最猖獗的地方。透过合法的厂商来处理这些事废，难道不好吗？再来提到第2章也是框列，以合法前提做开发，杜绝非法污染。你们怕污染，我厂商也怕，所以他也不要。他说，以我们的合作伙伴可宁味，这是全国确实数1数2的垃圾掩埋处理的这个尖端的厂商了哈。他说18年来完全没有任何公安事件发生，所以曹瑞光曹大哥提到的那些污水不代表他们了哈。那再来呢，他是要活化我们码头山，延伸土地的使用与价值，偏临山区。那我请教一下，自救会的会长今天也来到现场，高淑慧高小姐对于厂商做这基本的5大点回应，您的说法呢？你笑了耶。因为真的很好笑嘛，地下水当然有开塞，有没有开塞？我们4月13号请大家到现场来做见证，因为环保局同意我们4月13号来做把关，到底有没有？大家都很想厘清，那就到现场来，大家看清楚到底有没有，好，就保留到4月13号。到时候见真章，把30-40层的地下把它抽上来，到底有没有拔起来就知道了。那没有自救会说的丰沛地下水，我们的井都可以喷到1层楼高，不定时的。那这是我们自动照相机拍摄到的影片，有影片的。我们不是我们人为去做的，这不是人为的，是自然吗？还是这个需要科学去研究，它为什么会喷到1层楼高，而且是不定时的？那厂址在断层带上是讹传，我会觉得很好笑哈，我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中央地调所也出了报告，2006地震的报告，那中央气象局的2006。美浓地震的报告也都讲了，这边气象局的说这边是旗山断层转换断层带，那地调所说这边是个褶皱逆冲断层发育带，请大家注意是发育带，也就是说这个地方这个区域是不稳定的，它有活动的，那将来不排除这个地方。会再发生像206这样子大地震的
情况。是，这也呼应到陈椒华老师所提到的。这是中央地调所本身的调查。那它是讹传吗？那泥盐不透水，确实是掩埋场的适合场址吗？因为我们惠民真的很辛苦啦，哈，他在这个地方，他在码头山长大，他知道这边的地形地物。他踏遍了码头山每一块土地，不知道踏了多少回。是在这中间里面找了很多的砂岩，那他们的技师也根据我们自救会提供的砂岩跟地区，那我们也带他们技师进去看，画出了8条的砂岩带。码头山本身就是一个大的砂岩体。那砂岩就表示会渗漏、会渗水，而且很重要的是，这边不是只有8条砂岩带，它的地层是沙泥护层。是沙泥护层就是表示它的渗水性就很高。那水一旦只要有缝，我们家的水池哈，每年都在修补。为什么？因为只要一碰到地震之后，它就稍微有一点点龟裂。小可一点仔龟裂，伊的规个水底下水就吸了去啊。是，那你说它不会渗漏，这怎么可能呢？在地的实际生活经验难道是假的吗？我们先请会长回座，谢谢。所以呢，这个在野外的事实，或者是在地生活实际的生活经验，是不是打脸这些相关的报告？好，我们就来让外地的公民团体也来针对这样的回应谈谈。美浓爱乡协会的理事长，他刘晓生刘理事长，给大家透过ให้政府改信上哈，刘理事长我就来收敛问题，直接聚焦请教一点了哈。他说啦，这个码头山固然我们过去宣称是不毛之地，可是你们调查出来有很多生态，但是生态系又不是只有在我场址，所以我场址切一块150公顷不会影响，是这样吗？你有款？其实一个评估的过程里边吼，也一开始就否认讲啊，一个地方quite丰富的生态。他是否认有生态的。啊，安尼有翕相机翕到，啊，几多专家来做调查以后，哦，人家讲，哦，係啊，安尼也有安尼，动物有食蟹獴，安尼讲啊，中缩猫，好，有乜嘅，安尼很听，但是他们主张，好，他们的主张认为这些动物它们有脚。他们在施工的时候，他们会往外跑。刚迄个逻辑，迄做省力办法。刚才那离岸风机伫设置的时候，你要考虑到白海豚。它会转弯。海岸台啊，照你讲，那设立风机的时候，海豚一带有做的鱼啊。但是我们在环评的会场就看到，有一些风机的场址，因为它可能会阻碍到白海豚，所以自动放弃。所以就讲，一个生态系虽然还能开放，哦，但係有动物，它非常需要这个地方来觅食。是。所以我以来囤一个事业废弃以后，对一个动物模样上一个从好小偏远的。其实动物、植物、昆虫，它们都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要有那个空间。和现感谢历史中，但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请教。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后续还有非常多这个深入的讨论。你喊你立板还有气球抢台价都会收听，你继续来讨论。